好多人問深覺覺，大灣區如果再融合，香港經濟究竟會變成點？我哋不妨借鑑下隔離嘅澳門，或者我哋嘅未來就係好似佢咁啦。你以為嗰300蚊橋費同1個半鐘頭嘅路程政策好唔方便？錯啦！嗰條大橋根本係政府同大融合趨勢下，特登為香港本土經濟起嘅一條人工護城河。但你試下幻想下，如果有一日政府順應民意，宣布廣車北上全面開放，容許香港私家車直接行深圳灣、皇崗、蓮塘過關，而且零橋費，15分鐘直達福田、南山，全香港嘅零售、餐飲、基層車房會面臨咩嘅災難呢？深覺覺同你揭開一場血淋淋嘅經濟保衛戰啊！